好，咱过来看，咱拢先甲咱唱过去吼。你知影讲5首，我过来475。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吼免来。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免好来，毋免提示。免提示，无需要悲观。来边，毋是，你无去就了吗？好来，475，这里，对，好来。上帝，来个一解，请。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毋免提示，提示无需要悲观。心目若开，就会看明。身边同行，暂愿多听。身边同行，暂咱无听。身边同行，暂咱无听。来，咱个一个身边同行，暂咱无听。咱个一个位头上帝免难，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免提示，无需要悲观。心目若开，就会看明。身边同行，暂咱无听。因为咱即摆咧练的就是5条，拢是等于3月14号，咱的整个的音乐崇拜里面要唱的，拢形式都毋是真实吼。后来咱即摆甲第20看卖，上帝便试试看来。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有时话最老有的，你看连我都唱错，对，有时话最老有的相求。搁一个咱为第20开始，上帝便来。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有时话最老无的相求。艰难时阵，艰难来行，前面主必拄起忧愁。第2节我们再一次，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熟，拍摄好，便来。上帝赐者有最最密码，有时话最老无的相求。艰难时阵，艰难来行，前面主必拄起忧愁。好，咱再来看399，这是祝福的歌哈。我这条就较好唱啊，迄旋律咱就做好叮当来，请。愿上主大人来，延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演同在。主也更偏教你，愿主必宽待你。主信心不朽，你对自己考验时代。请咱注意，主信心保守你，好，迄个守你。好，有多一个音哦，还不是1拍呢。好，来，搁一个，愿便来，愿上主大人来，延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演同在，愿主更偏教你。
到夜时代。咱3月14号的咱个上尾啊，个唱一条，但是开始也无啥会好势。第一条269，所有4条是台语，但这条是华语，哈，第一抓一下是反复，就是至少2摆。啊，我毋知影到时，咱迄日咱再来看，输咧遮，伊要安怎讲？咱要唱看哈。好，来269，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上主，这句前面写领唱，所以这个领唱你们都不用唱，恁就是爱和我们来赞美主。好啊，这个领唱到时候再看，是牧师还是书会，还是爱我指挥来唱，我都唔知哈。到给他们再来，好不了。那现在就我暂时我唱一遍，来赞美上主，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赞美，较紧哈，我们来赞美主，后边爱有气力，真正咱都爱来学了，好，啊，搁一摆，来赞美上主，我们来赞美主，来赞美上主，我们来。好，是来，弟兄姐妹大家来，同爱主诚心实意。弟兄姐妹大家来，为荣耀独一真神。安尼，这是一站，这个才是第2节，然后再来第3节，嘿。对，嘿，迄防护就是来赞美上主，我们来赞美主，再来上面嘿，啊，第2次才是。来歌颂嘿，好，告诉我们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下礼拜，会在意的。所以请兄姐哪会当，因为咱这拢无真实，所以请兄姐哪会当后礼拜，拢会当较早来，咱搁练一摆尔，因为搁过迄礼拜就是啊，所以我们先好，等一下的话，再麻烦你们把它。拿回去，好，因为恁摕回去，恁嘛无唱，除非你家己要转去练。那咱来唱，今日上尾咱来唱第40首哟，是不是40？刚才放的圣诗，你搞可以报。40，咱还无写哈，无真借我好吧 ？OK， 40，咱来唱一摆，好，唱一摆来准备敬拜上帝。好，来，我心敬爱主耶和华，听我困求的声，伊卡欢喜听我要求伊名。请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主。奏乐。
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亲爱兄弟姊妹，即时请人同心来吟圣诗第40首。我心敬听主耶和华。圣诗第40首。我心敬爱主耶和华，请起立。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坐。这时，请咱来到课文，伫课文第1篇4篇42篇，集英文第11篇，诗篇第42篇。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总是摇花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无记伫我？我会对着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仰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这时，请咱过来吟圣诗第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圣诗第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起立。请坐。
即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来牺牲。当阮抑阁是罪人的时阵，就为阮来受定伫十字架顶救赎阮，互阮会当来成做你的囝儿。主，阮感谢你，阮因为信靠主，阮的罪得到赦免。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纵使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阮也是软弱，阮也有不足的所在，也有家己看袂清的所在。有时会失迷，有时也会犯罪。主啊，求你时时来光照阮，互阮会当悔改归向伫你。你就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主，阮感谢你。主啊，今仔日是228和平纪念日。当阮搁一摆来纪念过去228事件的时，阮伫信仰中也搁一摆来反省阮家己。伫即个矛盾冲突时常发生的世间，阮伫这世间是毋是有伫追求人甲人之间的和平？主耶稣，你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主啊，当阮搁一摆来思想阮的家庭、阮的职场、阮的教会，甚至阮伫社会中，甲阮的家人、甲阮的同事、甲教会兄弟姊妹，主啊，阮是毋是有追求和平？主啊，阮所欠缺的，求你来加添，就亲像你所教示阮的祈祷，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主耶稣，阮拢毋是完全的人，阮拢有家己的缺点。求主也帮助阮，会当来体谅阮身边周围的人，也甲阮共款，拢是人，毋是上帝。主啊，你教示阮的祈祷，也安尼讲，饶恕，求主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亏负我们的人。主啊，这是你爱阮一世人学习的功课，也是爱阮派起来的十字架来跟对你。求主施恩怜悯，求主帮助，想事，互阮有和平，互阮会当来称做上帝的囝。主啊，求你赏赐阮彼此相疼的心。阮即时也求主来看顾，即时伫全世界大流行的 COVID-19 的疫情。求主怜悯，或者疫情会当早一日来平静来结束。主啊，阮也将教会侪兄弟身体欠安，也是软弱的，求主加添气力，也求主来医治，互阮会当有喜乐、平安。同心伫遮来敬拜你，听阮众人伫你面前的祈祷甲求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
即时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31到38节。马可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我先念和合本修订本。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3天后复活。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来读现代台语的译本。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人子一定要受真侪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佮互人害死，3日后佮活。伊将这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耶稣就揪彼得就揪耶稣去边仔，甲伊责备。耶稣活过来看门徒，责备彼得讲：撒旦，闪开！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对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救着性命。人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伫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人子伫伊的爸的阳光中，甲圣天使来临的时，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佮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注意学的学生来献诗。
感谢主吼，每礼拜上帝拢借无共款的时班来替咱来甲咱讲话。咱即时请牧师来正道，要正道题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用吼。满有丰盛稳定、慈悲怜悯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你圣的主日，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当愿你开阮的心，也互阮欢喜来迎接主你来踮伫阮的心内。互你家己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你的话会通来成做阮改变的快乐。来伫主你的面前，行出主你爱阮行出的款式，佮照着主你的心意，顺探主你的心意来行。愿佮一家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咱今仔日是即个叫做大灾节期的第2主日。今仔日咱的经段内面，咱会发现。主耶稣伫咧即个时阵开始，伊就对即个加利利准备出发要安尼前往耶路撒冷的即个路的吼，伊就伊伫咧一路上咱就会通看见着耶稣伊安尼照着伊家己所讲的伫咱今日经文内面讲讲人子的确着受侪的苦楚，互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气杀，佮受害死，过3日就过啊！伫咧即个31节内面，拄好一个透安尼，咱讲真巧妙，伫遐来安尼讲叫做安尼点出着，伫咧咱国过来马可福音的第14章到第16章的迄个规个伊的故事的迄个规个大纲伫咧迄个中间当耶稣伊伫遐结束规个伊伫加利利的迄个安尼公开传道的即个行程了后伊伫咧也未进前安尼，比讲要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进前，耶稣甲着门徒对伯赛大就安尼来出发去倒位？伊去到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迄个所在，庄声就伫遐安尼搁一届甲门徒有一寡的对话这是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一张相片即个所在拄好是伫咧即个黑明山的即个山骹的所在即个所在安尼会通安尼咱讲远眺吼，伫咧对迄个所在会通远眺即个伫咧南方来看的时阵。会通安尼对加利利一直延伸去到伫耶路撒冷的迄个道路，安尼一直甲看过去。即条路安尼会通讲安尼非常的直吼。安尼伫咧即个所在，咱嘛会通看见就是伊咱看到遮个水吼，遮个水是对迄个因咱头讲伊是对即个住伫咧黑明山的迄个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遐个水是对倒来呢？黑门山的山顶的遮个雪水，迄个落西水迄个遮个细水像安尼撞着即个石头旁落尾手像伫咧即个山骹的即个所在，就安尼对即个安尼迄个山边路边就冒水出来就水安尼冲出来你若是用手安尼甲扶起来啉的时阵迄个水非常的甘甜真清凉，阁真甘甜的迄个即个咱讲黑门山的雪水阁迄个水是非常的清澈所以咱就通看见讲，主耶稣伊去到伫迄个拄好是迄个咱讲约旦河的迄个水源头的迄个所在。水源头总共有3条，即个是其中的1条，拢是对即个黑明山迄个黑门山安尼落来，有3条的即个安尼水落尾扣到伫即个约旦河，先进入伫加利利，再搁对加利利，搁一直到伫死海，这拢是对
黑门山内底遐个雪水，一直来。搁过来，伊后壁伫咧即个所在，伫咧即个头拄仔咱看迄个水泉的后壁面，即个所在遮有一个东车时的一个叫做潘神庙。即个潘神庙，伊咧祭拜的即个神明是阳神，羊啊，伫咧迄个时阵，因伫遐咧祭拜阳神。咱来讲，这是伫咧以色列的境界内面，哪有迄种迄落咧安尼祭拜偶像的遮个代志？咱就通知影讲，伫咧到伫后来后期的时阵，以色列人安尼有咱讲去安尼学习到遮个外邦人，因伫迄个所在伫遐来祭拜做遮个外邦的遮个神明偶像。搁咱若对黑门山再往北走，迄就是去到伫即个咱讲叫做左，伫咧伊的左边多就是戈兰高地，伊的后面，伊的黑门山的后壁面，迄就是咱讲叫做迄个迄个叫做啥物国家去啊？头拄遐我看迄个图，伫咧即个所在。伊伫迄个叙利，迄个不仅仅是叙利亚，搁较起哩迄个所在遐就即个遮个国家，因拢是外邦，所以因怎对迄个所在应该讲迄个伫迄个所在算属伫咧较伫咧黎巴嫩的所在，所以你若是去到以色列所在，即马已经拢受到遮个迄落。尤其是伫咧即个北边，以色列的北边的所在，就有遮个巴勒斯坦的即个解放组织，因人参伫咧迄个内面，伫遐咧生活，所以伫咧即张图的即个黑门山的即个所在，咱若搁往进前搁来甲看的时阵，伫咧即个所在，遮有一个真深的即个洞，伫咧即个洞当时称作即个洞叫做阴间的门。这伫咧马太福音迄个记载讲耶稣当彼得伫遐告别耶稣是迄个基督是真话上帝囝的时阵，耶稣伊伫迄个所在，伫咧马太福音内面讲讲我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咧即个石盘顶，我要起做我的教会，阴府的关隘也袂赢伊，我要用天顶的锁匙互你。既然你伫地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既然你伫地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伫咧迄所在讲到迄个阴府的关隘，咱伫咧华语的即个圣经内面有讲到叫做阴间的权柄，或是指的是阴间的门。伫咧即个所在就是当初时用的即个来做因的迄个迄个叫做讲，因为迄个空，即个洞真深，所以伫咧迄个时阵的人感觉讲，迄是一个真可怕的所在，上好毋好入去，因为迄个所在有可能是迄个阴间的即个门的所在，国怪就入去到伫迄个阴间的所在，所以因伫遐安尼伫遐祭拜神明，安尼毋敢挖迄个所在。所以但是咱嘛会通看见，就是伫咧即个所在，耶稣伫咧即个所在来对彼得安尼讲的时阵，其实伊嘛伫迄个所在伫遐咧预言他伊落尾手，伊虽然伊会受到遮个安尼，咱讲互长老、祭司头甲经学士来气杀搁受害死第三日过活，但是伊伫咧即个所在要有言的是啥？就是讲，伊要赢过迄个死实的权势。今仔日的经段内面，拄好就是伫咧安尼的一个背景的下面，耶稣甲着即个门徒的一段的即个对话。当主耶稣安尼伫迄个所在，安尼伊伫遐安尼到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迄个所在乡下的时阵，伊问耶稣耶稣问伊学生讲安那？伊讲人讲我是几罪啊？人讲我是几罪？人说我是谁？
哇，这个门徒就讲有诶是伊可能是有人讲你是亚瑟的约翰，有诶人讲伊迄个主耶稣是伊利亚，阁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但是耶稣阁一摆来问因讲，若是恁讲我是几岁？耶稣阁一摆来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伫即个所在伫咧咱今仔日的即段经段内面，一个真要紧的，耶稣嘛要阁一摆来问咱：恁认为我是甚物人？耶稣伫迄个所在伫遐来问咱的时阵，彼得伊随时应讲你是基督。伫咧马太福音第10章的时阵，咱若去看的时阵，耶稣伫迄个所在也学了彼得的即个应答。但是耶稣伊随时就伫迄个所在来禁戒遮个门徒讲若无得将伊的事搁甲人讲，是安怎？因为过来，耶稣伊开始要对安尼对北，一直往南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所在。来到尾要伫遐受死，但是即个过程内面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未到，所以无爱人知影。但是咧当耶稣伊伫遐来对遮个门徒讲起伊伫咧即个世间的即个使命的时阵，伊伫遐讲起啦，讲人子着的确受最多苦楚，互遮个长老、祭司头、经学士、祭司，搁受害死。过3日就过活。哇！这个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这个耶稣的学生，伊对因所认知的有所无共款。这个安尼告别耶稣是基督的人，因伫这个所在拄好咧误会耶稣的任务的人，所以咧，彼得就看到耶稣安尼讲，求伊去到伫一边了，就伫遐来责备伊，是讲想要保护伊，无爱互伊安尼拄到遮个代志。彼得安尼扭着即个耶稣去边想要来指导耶稣，吩咐耶稣应该怎样行。一个原本应该爱。伊伫遐称呼讲，你伫遐宣告讲你是基督的时阵，应该爱遵守耶稣的命令的人。伊确实伫咧即个所在，掠做讲伊对耶稣有权柄，耶稣应该爱听伊所讲的。就算伊原底本底伊的出发点那亲像应该是伊是要听耶稣的。但是咧，迄款并毋是真正对耶稣的迄款的听，所以说他的出发点看起来像是爱耶稣，但是他实际上却不是真正的在爱耶稣。反正伊是安那，应该是伊听家己的意思较济。彼得爱耶稣比较多，还是他爱自己比较多？若是耶稣伊活转身，看到耶稣的这学生，就责备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原本伫遐咧跟对着主耶稣的人，今仔日伊伫遐走去伫咧耶稣的头前。无爱照着主所领受的迄个吊命来行，伊伫遐来阻止耶稣，讲你都毋通行，毋通安尼去行。耶稣因为安尼，必须爱搁一摆来对遮个学生来真清楚来甲因问因因敢有真正愿意要来跟对耶稣？今仔日咱踮伫咧教会内面。咱犹原嘛共款，主耶稣犹原共款要来问咱安尼的一句话：恁敢真正要欢喜来顺服来跟对我嘛？咱侪时阵有当时咱用着咱家己的意思，咱却家己毋知影，甚至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
我常常会看见有侪伫咧网络面顶，有侪下者的分享。有当时我家己咧分享的时阵，我家己嘛会分享较真惊吓。但是咧，我看见有个人却安尼分享较真欢喜，因为我真惊吓的是，我所分享的，减的是我家己误解上帝的意思。直到我伫咧迄个中间传达了错误的意思，所以咱读圣经，咱是到底是照着咱家己的心意，伫遐咧随便随意的来解说圣经，是咱伫迄个所在伫遐讲照咱家己的意思，咱欢喜读啥物货，咱就读啥物货，甚至咱伫咧不管是伫咧礼拜，伫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咱只有干那经咱家己喜意的，经咱家己欢喜要听的，经咱家己较咱讲教目的，是讲较顺利的。直到咱的信仰内面，咱讲咱伫遐咧讲咱听耶稣，咱伫遐咱讲咱听主，但是实际上咱却真正，咱所听是啥物货？是听咱家己。要顺服主，无遐尔容易，因为咱照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咱就真清楚知影。真侪时阵，主对咱的迄款的要求，是超过咱的想象。伫咱今日的经文内面讲安怎？讲你要救你家己的性命的，反倒安怎？你家己会失去你的性命，为着主的福音的缘故，失去性命，反倒要得到性命。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内面是一个逆理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真侪时阵，毋是照咱所想的，咱是爱照主所想的。但是咱今仔日，咱到底咱是真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伫咧咱今仔日的这段经文会对应的旧约经文，伫咧创世纪，伫咧创世纪的内面，这段经文是亚伯拉罕伊99岁的时阵，耶和华上帝对亚伯兰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对伊来显现，伊甲伊讲安怎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我要甲你立约，立我的约哦。互你的后裔极其多，我甲你立我的约，你要做侪国的老爸。就因为安尼，耶稣对伊安尼所讲，就甲伊改名，叫做对亚伯兰，称做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啥？就是老爸啊。所以，迄个意思就是讲，当人咧叫亚伯拉罕的时阵，就是咧叫伊爸爸啊。所以。你着想想，是安怎？上帝讲，你要做多国之父，逐个人叫伊拢叫爸爸。伫迄个中间，上帝伫遐宣告，伊迄个时阵，伊还无囝，但是上帝伫遐宣告讲，你毋若要有囝，搁安怎？你要成做多国之父，你要成做侪国的老爸。所以亚伯拉罕伊相信上帝的话，伊就伫遐安尼。佫毋若上帝，上帝毋是干那讲你要成做多国之父，伊佫安那？伊讲全部迄个，伊要将即个迦南的全地赏赐互伊甲伊的后裔伫遐来做永远的业。这是伫咧创世纪第17章内面所讲的。就安尼，迄个伊伫遐相信上帝所讲的，伊就安尼顺坦伫上帝所对伊所定着的。上帝就赏赐伊安尼到有春，但是啥物货是叫做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什么叫做做完全人？互咱通好来领受上帝的这个祝福。如果咱若真正注意对创世纪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讲，这个人。若照咱的想法、咱的想象，这个人伊认真讲，用咱的眼光，伊根本就袂堪去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是上帝竟然讲伊伫咧亚伯拉罕是义的。即个人伊的一生内面，安尼父母做大舅，伫迄个所在，安尼伫遐有安尼真侪迄种，咱看伊的行做，哪会是一个有信心的老爸？但是咧，因为伊简单欢喜顺坦的心意，就上帝甲伊称伊做义，伊真做迄个信心的老爸。彼得当伊伫咧回答主耶稣所问的，伊敢无应答了非常的好嘛？伊只不过是干那责备耶稣，伊听耶稣，伊阻止耶稣讲：你毋通去安尼，迄落做即件事。意思到伊伫遐意思，那就爱耶稣毋通去顺坦上帝伫咧伊的心意，迄个心上所定着的迄个救赎的迄个救赎世间人的迄款的迄个心意的时阵，伊就受到耶稣的责备，伫遐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安尼咱就要来问的，安尼撒旦是甚物人？佫什么人是撒旦？伫咧即个所在，咱就用非常的清楚，其实。迄个撒旦就是迄个抵挡上帝心意的人。有当时，迄个抵挡上帝心意的人，毋是别人的，是咱家己本身。因为咱掠咱家己做着做熬，无去顺坦上帝心意的时阵，抵到咱伫迄中间，咱伫遐来抵挡上帝心意，咱家己毋知。抵到伫咧迄个中间，咱正做迄个撒旦，咱家己嘛毋知。你看这当时上帝对亚伯兰讲：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今仔日嘛伫遐咧对咱讲：你着伫我的面前行做完全。主对囝仔爱对伊人要求是啥物货？伊讲啥？讲若有人要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压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啥物是叫做看无家己？佫啥物是压伊的十字架来对我？看无家己就是凡事无用家己的想法，无用家己的意思做第一。乃是着掠上帝的心意做咱家己的心意。若是照着保罗先生伊所讲的，就是啥？讲啊，伊讲无伫甲即个世间共款相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因为我对所互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的着忖度家己，毋通盘过着伫应该想的，所想的着安稳来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想事，逐人信的分量。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专一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下这，保罗伊伫迄所在，伊所讲的，甲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是拢同款。就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爱随时伫遐来查验，啥物会是上帝迄个顺全的旨意，迄个通欢喜的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同款，压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并毋是压着咱家己所欢喜的，咱所爱压的十字架，乃是要压主互咱，伊交互咱压的迄个十字架来跟对耶稣。过去我毋知咱捌看过无？有一个安尼的一个影片，伫咧网络有一个影片，即个影片顶面伊伫遐描写，讲有一个人，伊伫遐安尼真。对主基督讲，主啊，我欢喜来压你的十字架，来跟对你。
所以主就予伊一支十字架来跟对伊。所以伫迄个所在，即个人安尼就伫遐行咧了，伊感觉讲哇，即支十字架安尼哪行哪动，哇，伊就伫迄个所在安尼落尾手，伊怎啊伫咧对即个十字架顶的落尾段，安尼怎啊来甲记掉，甲记断，安尼行起来较轻松。佮安尼，伊就安尼过无偌久，伊安尼伫遐行，过无偌久，伊游完感觉讲，哇，即个十字架游完真重，哇，伊就搁伫咧对着即个十字架的路尾，搁来甲记一挂起来，就安尼连续，伊伫咧即个十字架的后尾面，安尼一直甲记，记几啊遍，落尾手，哇，伊伫遐分着苦丝仔，伫遐咧举着伊家己的十字架，安尼踏着一个真轻快的脚步。安尼举着一个短短十字架伫遐来行，但是当要经过一个深的山谷的时阵，逐个人举着伊家己的十字架，安尼放伫咧即个山谷的即个两边边啊，安尼就安尼踏着即个十字架，安尼来经过的时阵，伊煞因为伊家己的迄支十字架伤过短，至到伊无法度渡过去。伊伫咧迄中间，伫遐反悔，伫遐来后悔，煞安尼袂赴。恁兄弟，三民会是一个叫做自私死地而后生的信仰。咱大圣，咱爱耶稣伊爱咱真清楚知影，伊是啥物人。伊要问咱，恁认为我是啥？咱若真清楚知影耶稣是甚物人的时阵，咱才会通真清楚来明白咱家己是甚物人。我们只有在认清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清我们自己是谁。咱才会明白咱家己是甚物人，也只有安尼，咱明白咱家己明白主耶稣，明白咱家己了，咱才有法度实现咱的家己的自我。保罗先生捌真清楚，伊捌安尼讲，伊讲啦，讲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要求的活，毋是由完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活。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咱伫遐迄个保罗伊伫遐咧安尼咧宣告的时阵，伊甲即个宣告敢有诚做咱的宣告？耶稣基督敢有真正伫我的内面活着？咱的长老教会的即个咱讲鼻祖约翰加利文伊捌安尼将迄个看无家己安尼做一个整理诚做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摘要。伊捌伫咧伊的迄个基督教要义内面，安尼有安尼写着。伊讲啦，他说我们不能自己做主，因此我们的意志或理性都不该主宰我们的慎思与行为。过来，伊讲，我们不再只为自己，所以为了满足肉体私欲而图利，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做主。因此，让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最大的可能性，不再把自己放在心上，忘掉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相反的，我们属于上帝，因此让我们是生是死都向着他。我们是属上帝所有的，因此让他的智慧和旨意管辖我们全部的行动。再来。我们属上帝所有，因此我们唯一正当的目标就是朝向他所定的，让他指引我们每一部分的生活。在那个中间真正会通互咱真清楚知影到咱到底咱真做一个主的学生，咱应该爱安怎来生活，爱安怎来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式。甚至这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潘霍华，伊
伊甚至安尼来对咱来讲，伊讲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阵，是吩咐伊去赴死。也就是讲，你今仔日你要成做一个耶稣的军队者，你要军队耶稣的人，就互你家己咱讲死透了，互你家己完全死透，咱无家己的意思，只有上帝的意思。咱无搁有侪咱家己的意思，咱才有法度来伫遐军队，伫遐来顺服上帝的心意。就算讲咱伫迄个中间伫遐受苦，以及将咱家己安尼讲放伫咧即个讲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迄款的所在，咱嘛甘愿。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成做主伊所要爱咱诚做的迄个学生。也就是咱若用旧约来看的时阵，就是上帝伫迄个所在，伫遐讲你着爱，你着完全。伫迄个所在讲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神的面前，如何在神的面前？只有看不见自己，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咱若伫上帝面前认真讲，咱只有干那叫做袅袅喘。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我们在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所以今仔日你做一个基督徒，咱若无迄种完全将家己来安尼治死咱家己，咱无法度来领受上帝伊要赏赐予咱的迄款安尼的祝福，就较亲像即个阿伯拉罕，伊怎样伫遐来顺叹上帝，伫遐来安尼顺服上帝对伊所有一切的命令。就算讲伊原底本地伊迄个伤痛，伊迄个独生的即个囝以撒，当伊看重伊即个囝的时阵，上帝对伊讲，你将你的囝，甲我带去到伫即个摩尼山去伫遐来将伊来献予我。阿伯拉罕伫迄个中间，伊无讲啥物话。我相信伊心内有侪的谣言，甲迄种讲主啊，你毋是安尼讲吗？我要成做安尼多国之父。这个时阵，我干那为即个囝，你搁要叫我献出去？但是上帝伊爱咱的是顺叹伊的心意。当咱顺叹的时阵，上帝就为咱备办。所以上帝就为阿伯拉罕。伫咧即个摩利山顶，伫咧迄个荆棘的所在，安尼一只安尼山羊啊，伊的角度去互即个荆棘勾掉咧，就即个羊啊，诚做迄个替赎代替以撒来献予上帝。所以呢，咱今仔日咱诚做一个主的学生，如果咱若无诚做迄个。伫咧咱的生活中，不断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改变咱家己，换新咱家己，互咱诚做照着主伊期待咱的，诚做迄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毋是啥物货都是 perfect， 没有。阿伯拉罕毋是，伊足侪伫咧圣经内面真侪人，因嘛是毋是？因为上帝恩典是白白互人的，伊毋是叫你讲你着爱做偌济功德，你着爱做偌好。才会得到我的赏赐。伊是敢若要求的是敢若爱咱顺叹伊的心意，顺叹伊的命令，敢毋是？所以咱当主耶稣搁一摆来问人讲我是治罪，你讲我是治罪的时阵，咱到底对咱的主有偌济的忍慢？就咱要搁一摆来回应主的时阵，就算讲是彼得。迄款安尼的回应真正确，咱嘛有可能因为后壁随时受到即个撒旦对咱的刺，
递到伫迄个所在，伫遐想要来阻挡耶稣伊所应该承受的。递到耶稣伫迄个所在，即比讲撒旦退去。今仔日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有真侪时阵，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以为我说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就已经是一个一个强者，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没有。咱伫咱的生活中是不断伫遐拄着刺。上帝伊当主耶稣伊伫遐洗，伊领受即个加洗约翰的洗礼了后，伊领受对上帝来的圣神，上帝伫天顶天离开，伫遐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欢喜你，搁怪咧，马上催逼伊去到伫旷野，伫迄个所在来领受伫遐受着即个撒旦的刺。今仔日咱做一个上帝的主耶稣的门徒，咱减会比伊较好，咱拢袂拄着刺嘛。咱的一生是应该是充满了试探的一个生命，但是主耶稣伊有较赢伊，咱有要伫咧迄中间来较赢这的试探。侪时阵，咱有侪迄个试探，伫迄个中间，伫遐不断伫遐来对咱来甲咱引诱。咱有伫迄个中间有要欢喜，因为咱欢喜来跟对，咱欢喜来顺探主耶稣，至到互咱会通安尼得到上帝的欢喜，得到主耶稣的欢喜也无。所以，期待咱伫咧即个大斋节期，咱搁一摆重新来思考咱家己，咱诚做一个主的学生的时阵，你要诚做一个什么款的学生？那期待咱真正会通安尼有一个即种自私死地而后生安尼一个信仰，来互主伊来看咱诚做一个通欢喜安尼甲咱学乐的学生，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非常的袂堪，因为阮原本地连领受上帝诚做的恩典，诚做上帝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阮就袂堪伫。若毋是主你的恩典，主你安尼欢喜阮，你接纳阮，阮犹原是伫咧阮安尼教会外面侪遐伫遐咧敲找真爱上帝的人的其中的一个。当主阮已经安尼有安尼福气，诚做主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的时阵，当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时常来省察阮家己，时常欢喜来看无家己，顺探你的心意，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主你有无共款的计划，就阮欢喜伫迄个所中间来伫遐来顺探主你的心意，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欢喜安尼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得到主你真正要赏赐阮的迄个永远活的活命。互阮无搁再受到即个世俗侪遮的引诱，甲着侪的遮价值观甲判断，直到阮迷失伫迄个中间，阮却抓做阮家己是伫遐咧继续咧跟对主。那求主你是阮怜悯阮，也圣神亲自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看见阮家己性命的处境。直到阮会通看见，阮真正是可怜安尼褪退搁散赤。直到阮需要有主你的拯救，主阮需要有你的医治，互阮欢喜搁一摆来谦卑伫主你的面前，讲主啊，但求你救你，互阮真正会通安尼搁一摆重新。来进入伫主你的救赎恩典的国度内面，
求主帮助阮，互阮无伫咧即个行天路的即个路程，直到因为阮无有欢喜来顺探主你，无有欢喜来看无家己，直到阮伫咧主你国度的门口的时阵，阮确实伫咧即个国度的门口外口无法度入去。那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伫安尼真正欢喜来屈过家己，看无家己，来经验着主你要怎样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互阮会通经历着主你要怎样将你迄个用讲袂出的迄款吐气来为阮祈祷，来互阮去经历着主你所想示互阮的是人所袂通看见听也毋捌听见迄款安尼的祝福，要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怜悯阮，也祝福阮，互阮而且祝阮毋是安尼只有干那风闻有你。主，阮是要亲眼见你，要亲自看见主你怎样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会通安尼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互侪人看见阮的性命，就要欢喜来军队，来到伫主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阮要伫遮安尼同心伫遮来敬拜阿罗你。但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来光照阮，来启示阮，互阮成做主你所欢喜的生。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309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圣诗第309首，主说：若要做我的学生，请起立。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请李恩新执事、简秀梅执事来书献。
公团来导无来发照，为你就是阮咱的心志。那阮献出你所需的淡薄来做教会内容，为你干那，安尼祈祷我主要都比较圣名。阿门。感谢。伫咱报告的大省吼，咱先来看今仔日是毋是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咱来欢迎伊，有无？嘿，有。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咱教会做礼拜无？无吼。好，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开始吼，每主日早起11点半。成人主日学到位包身谈新约吼，正式来开课吼，欢迎兄弟留来听。结束了后，随时要调开中职会小会吼。第二点，请各团契开始备办下一季的聚会内容的安排吼。3月14日进行交互办公室。有意愿要献花，请伫招待倒来登记。第三点，3月6日吼，拜六。上午9点到10点半，伫罗龙教会7星中会财务部办理南洋区2020年的簿册甲账册的检查，请财务部的财务组甲小会中职会书记等同工来协助资料整理甲当天的到场受检第4点，南洋教会60周年纪念特刊开始来。征稿即日起到4月底到4月底请正兄弟踊跃来写出你的感谢、懊恼、异伤、见证、分享以及咱教会的小故事。请每一户咧交3到5张的生活相片，诚做教会背亲资料的来源若无方便写的兄弟特刊采访组我本人会甲你。会当来帮你用访问的方式来帮你记录稿件甲照片，请交互办公室，交互特刊编辑组长李恩新执事。你留电子档寄下骹这个信箱来看集体消息。第一点，3月3日到5月26日每拜三上午9点到12点，伫本会台湾女子神学院。圣经科宜兰分部开始上课已经开始招生，有兴趣的兄弟请来参考咱迄布告内遐有一个招生简章来看一下。第2点，3月6号礼拜六下晡2点到4点伫宜兰教会7时中会妇女事工部南洋区举行第2摆的妇女联谊会主题是世界公道日讲员是杨启仁牧师欢迎姊妹来踊跃参加。第3点，3月13日礼拜六20日礼拜六拢伫上午10点到下晡3点半，伫石子教会有迄个7时中会教育部举办主日学教师的培训讲师是迄个张雅慧。OK， 13日的主题是有灵魂的主日学。灵性教育实务操作20日的主题是灵性教育中的情谊教育、实务操作与综合座谈的时间。报名费一天100块2天你若参加主日学拢会当专家甲你补助人数是40人，额满为止机会真罕见欢迎大家主日学老师来踊跃参加请咱的主日学校长曾碧光长老来报名第4点伫后礼拜有台湾基督长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甲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文学硕士教会音乐组要主办这个敬拜甲音乐演习会3月13拜六是下晡1点到4点，是伫东溪教会由陈秀文老师主讲甲礼拜设计礼拜节期受苦的基督得胜的君王咱遐
公布栏拢有海报2张无共款的吼，但有2张啊吼。啊，第2场是伫14日吼，伫咱伫本会吼，早起10点甲下晡吼4点半，哪会遮长吼？因为迄一工的课程，啊，咱主日礼拜嘛是一个，就是伫内底吼。啊，由陈淑芬老师主讲甲礼拜设计吼。咱礼拜是妇女主日创意礼拜吼。啊，下晡是讲圣诗甲敬拜俄罗的讲座吼，请看咱的公布栏海报。啊，遮讲吼3月5号报名截止，迄是讲你若有报名吼，伊就送你一本册。啊，你若无报名，伊会当来临时来参加拢会使吼，迄无影响。好，咱看第5点，4月10日吼到11日，伫台北仁爱教会总会财团法人平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举办2021年志工基础暨进阶教育认证训练吼。啊，本摆训练的基础甲进阶课程呢，总共是12点钟，专程来参加他得到迄个志工训练吼时数认证，已经受训吼，课程结束了会来发放啊训练时数的迄个条吼纸条吼，3月31号报名吼为止吼。啊，咱大岛的事项，请咱大家来过目吼，咱也为着教会逐项的事工来祈祷吼，啊为着集体的需要来祈祷。好，啊，即时吼，咱过来看周报吼上后壁第8页遮吼，上周的聚会出席甲奉献报告，请咱大家过目吼。啊，阁有本周甲来周逐项聚会、逐项的服侍的安排吼，且有服侍的同工啊提早来备办心吼。阁来看迄个会计报告吼，请咱大家来过目。啊，若有出入的所在，请向咱的办公室干事来做更正吼。好，啊，咱有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迄个咱的妇女团契的子弟班吼，对3月5号就要开始啊吼。3月5号开始，啊，因是要分中英子弟啊，欢迎吼，有兴趣吼，啊，恁厝边隔壁有兴趣要学中英子弟，拢会通招伊来吼。啊，自备子弟就好啊，咱恁免交学费，拢免费的吼。啊，无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无吼。好，咱即时吼，咱来吟上营吼。咱吟上营第513首吼，吟诗选咱请牧师来作导。圣诗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平安的上帝，甲祈福恁一尽正圣，可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事实，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免。请坐。
咱搁过10分钟，咱就要来开始即个大会抛声。